台中市相关的单位联合来举办着大型车4呀4加加来练车的体验的宣传，要互乡亲用路更加安全。 加几啊随风到伫咧车底，若是我见练啊，就可会发生危险。其实这可怕画面，常在伫咧大路发生。能够尽可能的远离大车，大概至少3到5公尺的距离哦。尤其是大家都要去体验到，其实大车的车重相当的重，一旦发生车祸，都是相当严重的哦，跟一般的小轿车发生车祸轻微碰撞不一样。警察带社区民众直接坐去大台车的驾驶座，体验驾驶人赛车是真歹水着我角是啥？因为它车子太高了，那个角度看不到。对，是要看司机自己的那个临场经验。莫收啉大台车，较袂发生危险。透过真实的道路危机体验，希望民众拢会当加注意，避免车祸悲剧搁一摆发生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